地方消息来看，台南市的林德区成功里最近有人驶货车，甲一寡碰瓷家具、大型的粪扫就等伫路边。里长是看袂落去，去调监视器的画面报案，警方等下调查，卖交予环保局来处罚。9月2日暗时9点外，监视器翕到2个查甫人驶货车停在路边，甲大型废弃物碰瓷家具，直接等在台南市林德区成功里内。李长调监视器画面随报警，其实这嘛不是头一摆。李长讲连柳丁泡、油仔皮拢移来遮，这回在地李长实在挡袂牢，直接报案。文贤派出所目前已经掌握到车牌，后续会交予环保局开发。观感就比较不好，人家以为就都可以随便乱丢，他就。彼此要等垃圾车来倒比较好。经常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情形下，10几年来都没有改变。之前我们是通知当事人调监视器画面，通知了之后，可是迟迟都没有办法改善。那我们觉得这次就开始，我们来用报警的方式。用开罚的方式。成功里里长指出，唔干那外口人来吃乌白蛋，连在地某部分客家明明粪扫车也袂来。透早伫路边就通看到滚啊包粪扫平咧遐，就算环保局有采禁止乌白蛋粪扫的标示，共款有人放话外照坑，共款这个里有看路较细条，加上草啊发真暗，抢在互人乌白蛋，甚至这中卫区的空地啊，有提需要废弃物来食，这阵环保局回应专门加派人工稽查。本局将持续派员进行环境清查及巡查，如果查获者，将依废清法开罚，要求行为人清除废弃物。并同步追溯产源，未合法交付废弃物的连带责任。这款伫公共场所乱抌粪扫、掺废弃物的行为，在地里长屁相甲无一块好，因为清拢袂好，嘛影响社区观感。因就希望大家拢爱有公德心，惊有网虫造成社区环境垃圾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